近呢15年，我嘅生活一路都係圍繞住籃球、排球、籃球同排球。其實一路以嚟都好想試下玩下其他唔同嘅運動。咁啱近排就有呢個機會俾我接觸到手球。喺我中學同小學嘅時候都從來冇試過打手球。今日就係我跟香港隊成員學打手球嘅 Day One。Day One 就邀請到人稱耶穌嘅香港男子手球隊成員，唔知佢今日會教我啲咩呢？咁就今日係教你批手，係我哋埋去射波之前呢，咁我哋就會攞高隻手先嘅，因為我哋要等個防守唔以為我哋係射上路，咁佢就會舉高咗隻手呢，然後漏咗腰邊啊或者偏中下路嘅空檔俾我哋攞高隻手扮射上路，然後批手射波，將我哋條腰轉埋出去，手唔使用太多力嘅，手就放鬆擺橫，係啦，唔好揈得太勁，係啦，輕鬆擺橫，用轉腰揈出去，試下。好，幾大力啊！係啊，記住啦，你想大力啲咧就轉腰快啲，但係隻手放鬆啲，控制個位置。好，再嚟。係，似啦，中，咁我哋就完成任務啦。中啦！好波！因為我大學嘅時候就已經留緊長頭髮啦，咁同埋當時個樣比較狂野，咁就好似人哋耶穌像嗰個模樣咁樣，係啦，咁我變咗耶穌啦。唔係，係啦，我留長頭髮嘅時候咧係未識阿 Kim 嘅，咁但係因為我自己啲頭髮長得太快啊，咁我可能半個月就要剪一次頭髮，咁所以咧我中學畢業之後咧就索性留長佢啦，咁我就剪少好多頭髮，慳咗好多錢。唔會，兩樣都唔會，肯定唔會。